去報仇，掩護我。點掩護啊？唉，少林，收聲嘅蠢材，要喐手做嘢啦！喂，聽住啦，呢度有啲大惡霸，佢哋最叻，佢哋仲話佢哋有本馴牛手冊，佢哋叻到點都好，同我比就冇辦法。我係咁喐下隻手指尾都清白，隨便來話我又卑鄙又奸險，佢哋未遇見最殘酷嘅手法。望這邊，同蠻牛角力就最好玩嘅。望見嗎？啲蠻牛隻隻俾我催眠晒，沒有打，冇尖叫，但會令全部跌放。對手超級超重，都可操縱音碎一搖號。若是你模仿牛力健康視力提高，就會知。聽住啊！我哋而家手上已經有5000隻牛啦，搞掂！望這邊，卡路里，快啲醒啊！他一開聲聽到心都驚晒。我扭下擰下最有藝術性。沒有醒，有本領，兩隻直情定晒型，着咗超級底褲當起手，你家陣的最死。你咁正冷，全部